因應部分道路被佔領人士堵塞，聽日嘅立法會大會亦都取消。灣仔同埋中西區嘅小學復課，由於停課多日，有學校考慮縮減假期補課。西班牙一個護士照顧伊波拉患者之後，亦都染病，係第一宗非洲以外嘅感染個案。各位，歡迎收睇午間新聞。佔中引發嘅示威進入第10日，金鐘、銅鑼灣同埋旺角都繼續有市民佔據馬路集會。喺政府總部對開嘅夏慤道同埋旺角，通宵集會嘅人數比日前少咗。今朝早集會嘅人數亦都未明顯增多。受到道路被示威者阻塞影響，行政會議朝頭早改咗喺禮賓府開會，而聽日嘅立法會大會亦都取消。金鐘龍和道轉入政府總部嘅馬路繼續被示威者架設嘅鐵馬堵塞。原本喺特首辦召開嘅行政會議，今日移師到去禮賓府開會，亦都不設請願遞信區同採訪區，記者只能夠拍攝行會成員揸車出入。禮賓府門外大批警員駐守。而喺政府總部側邊嘅立法會，今日嘅委員會會議如常開會，但原定聽日召開復會後嘅第一次大會，立法會秘書處已經通知咁多個議員需要取消。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認為冇必要因為交通情況而取消大會。我做主席嘅環境事務委員會呢，我喺上個禮拜二都開到公聽會，今日下晝呢亦都會繼續同經濟事務委員會聯合為機場第3條跑道呢係去進行第2輪嘅公聽會。咁部分嘅建制派議員呢，其實都係可以出席。咁我覺得係冇必要係因為交通嘅情況去取消會議。其實議會嘅事務，尤其是有益民生嘅事務，大家關注嘅事務係應該可以如常進行嘅。泛民議員反對取消會議，並且向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反映。無線電視記者李君雅報道。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就話：立法會大會押後到下個禮拜3舉行，係因為考慮到有安全問題。我哋星期3係開大會去討論係有關佔中同埋警方處理佔中嘅手法嘅問題呢，係會引起喺我哋周圍比較強烈嘅一啲反應。咁由於現在無論官員好議員好出入呢個立法會大樓呢，都冇一個可以保障到佢哋即係不受干擾嘅一個通道，車係入唔到嚟，佢哋要喺路面呢係行一段時間，咁呢就擔心呢可能係會安全呢係有啲問題。各區嘅集會持續，加上學校陸續復課，朝頭早繁忙時間，部分主要幹道交通比平日擠塞。佔領行動超過1個禮拜，彌敦道同亞皆老街交界仍然未解封。朝早繁忙時間，往油尖旺區嘅主要道路，包括九龍塘一段嘅窩打老道，以及太子道西，都比過去幾日擠塞。旺角往香港仔嘅小巴因為改咗道，增加咗行車時間。全程都係塞，西隧又塞，中環嗰度塞轉頭啦，呢度就亞皆老街塞啦，通唔到，咁啊冇辦法啦，有運動。港島區告士打道西行未解封，啲車要改行內告士打道，朝早繁忙時間一度擠塞。而來往中西區同灣仔，剩返特首辦對開嘅龍和道，東行往灣仔方向比過去幾日車多繁忙。西隧出到嚟國金要半個鐘頭，多咗校巴，多咗車行，兼夾應該係大陸啲貨車翻落嚟㗎啦。國慶假期之後多咗貨車添。即係嗰啲我冇走過，一過親嚟我即刻翻過去嘅，係啊。點解過親嚟即刻翻過去呢？怕咗去塞咯。運輸署話會一路密切監察住路面交通同埋公共運輸服務嘅情況。
喺政府總部東翼，示威者連續第2日喺前往政府總部東翼嘅通道騰出大約2米闊嘅空間俾職員返工。朝早秩序良好，間中有幾個示威者喺附近聚集。有公務員話覺得通道暢通，可以接受。無線電視記者陳日思報導。而灣仔同埋中西區嘅小學同埋特殊學校今日復課，有學生返學就遇到交通擠塞遲到，而停課多日，有學校就考慮縮減假期補課。繼中學之後，灣仔同埋中西區嘅小學亦都復課。咁多日冇返，我覺得有少少無聊。呢班小學生如常由藍田搭校車返學，但沿途遇上交通擠塞，加埋封路，平日45分鐘嘅車程，今日用咗1個鐘頭15分鐘都仲未到，遲咗少少返學。遲到啦！冷靜，唔好嘈。唔使跑㗎，慢慢行。同區嘅其他小學亦都有家長帶學生趕返學。今日用多半個鐘，學校其實都鬆容咗，俾遲到咁咪唔係好急咯。如果平時真係哇飆晒汗啊，急到。有唔少小學生家長都話，因應中學復課嘅情況，已經預料咗送仔女返學會因為交通改道又或者塞車而用多咗時間，所以都提早出門做好準備。有家長認為停課嘅影響唔大，但有小學生就話擔心。老師就教唔切書，就會啲書就會教到好趕，我哋就會好忙咯。都冇問題嘅，小學生啫，其實都係嚇。校方話會考慮喺假期補課，不過可能我哋會諗嘅就會唔會縮短一啲假期啦，令到學生有返足夠嘅上課日數啦。咁我哋都傾向可能會喺一啲長假裏邊可能縮1-2日，或者一啲學校原本定咗嘅假期。校方亦都會將測驗延期同埋縮減考試範圍嚟到配合學習進度。無線電視記者李盼龍報導。旺角繼續有示威者聚集，排國署中午嘅情況係點呢？係啊，曉瑩啊，咁相比起咧，今朝早咧就多翻啲人咧出嚟呢一度集會啦。咁依然咧都係以呢一個亞皆老街同彌敦道中間咧為中心一個集會地點。咁佢哋咧都會喺呢一度咧繼續有啲討論。咁今日咧就再冇邀請一啲想發言嘅人咧，透過喇叭咧係有一啲嘅説話咁樣。不過咧我行咗周圍都睇咗下㗎，咁見到咧有啲人都分開唔同嘅小組喺度討論啦，甚至有啲咧係即係反對佔中嘅人咧，就會係反對集會嘅人咧，都會喺呢一度咧同一啲參與佔據嘅人呢係一啲討論，咁到秩序咧都大致良好。不過咧，當有一啲咧比較激烈嘅討論嘅時候咧，比較大聲咧，咁呢個警察都會埋嚟調停。咁暫時咧都係氣氛都係良好㗎。好啦，報道係咁多，先生時間交翻俾你。好啊，唔該。而中央電視台新聞就繼續有大篇幅香港佔中嘅相關報導，訪問美國專家批評西方喺佔中問題上存有雙重標準。人民日報亦都再發表文章，話佔中破壞法治，影響經濟。央視綜合頻道喺新聞環節再大篇幅報導香港佔中嘅相關消息。先報導警方喺星期1嘅記者會對部分示威者自願撤離表示歡迎。有即場連線駐香港記者引述部分參加過佔中嘅學生話，發現好多人係被組織者強行加入示威，只係為咗湊數。知學生一旦加入咗示威，想要擺脫就唔係咁容易。報道又訪問咗美國嘅亞洲問題專家，指責西方國家對佔中採取雙重標準。During the entire period, more than a century, no talk about democracy, no elections, no concern whatsoever for the democratic rights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But only later, when Hong Kong was being integrated back in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id the British and the Western media start to demand democracy, democracy, democracy. You can see that there's a double standard. 專家又批評西方媒體對佔中誇大報導，忽略佔中係違法等等嘅事實，認為香港嘅政制發展應該依據基本法。人民日報繼續發表文章，批評佔中損害香港法治。喺第4版分別刊登咗2篇有關佔中嘅文章，其中一篇指佔中對香港嘅負面影響逐漸浮現，損害法治，無助發展。又指有西方勢力持續干預香港嘅內部事務。另一篇文章話，佔中阻礙交通同緊急救援服務，並引述世銀專家話，長遠會導致香港經濟增長放緩。無線電視記者張健柏報導。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同埋新地管理層涉嫌貪賄案喺高等法院續審。
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繼續作供，佢話郭炳湘由02年開始磋商許仕仁嘅顧問合約，至到03年7月仍然未落實，所以由佢決定接手洽談。佢又話03年7·1 50萬人遊行，3個高官辭職，沙士令到樓價大跌，政局令佢非常擔心。佢有向許仕仁攞意見，郭炳江就建議顧問合約列明新地係許仕仁嘅主要客戶。而根據03年8月嘅顧問合約草稿，許仕仁可以賺取年薪1000萬，又可以出外做嘢，估計合共可以賺1500至到2000萬。南北韓軍艦喺黃海邊界水域附近互相發炮，冇人受傷。南韓媒體報道，一艘北韓巡邏艇今朝早喺西部延平島對開海域越過北方界線，南韓艦艇發炮警告，北韓巡邏艇隨即後撤，退返界線以北嘅水域。期間雙方互相發炮，但係只係警告性質，並冇瞄準對方。西班牙一個照顧伊波拉患者嘅女護士證實染病，係第一宗喺非洲以外地區嘅感染個案。感染伊波拉嘅西班牙女護士有發燒嘅症狀，夜晚送到馬德里市郊嘅醫院隔離治療，情況穩定。兩個喺西非染病嘅西班牙神職人員早前回國治療之後冇幾耐，先後死亡。嗰個女護士正係照顧兩個人嘅醫護團隊成員。目前佢嘅屋企人同埋另外30個醫護人員正係接受醫學監察。今次係首宗喺非洲以外感染伊波拉嘅個案，西班牙衛生部門正係調查嗰個女護士點樣染病。同樣喺西非染病嘅美國攝影記者穆克波就乘搭醫療專機送返內布拉斯加州治療。着上全套保護衣，33歲嘅穆克波可以自己步行落機。穆克波任職於美國全國廣播公司，上個星期開始發燒同埋肌肉疼痛，係第5個返國治療嘅美國伊波拉病人。華府強調唔會禁止西非疫情國家嘅航機到美國，但係考慮喺多個主要機場加強監測力度，嚴防旅客將病毒帶入境。Passenger screening, both at the source and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of these things make me confident tha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least, the chances of an outbreak of an epidemic here are extraordinarily low. 奧巴馬又話，伊波拉疫情已經成為一場影響世界同國家安全嘅危機，呼籲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加大抗擊疫情嘅力度。無線電視記者周志玲報道。中國安邦保險以19億5千萬美元向希爾頓集團購入紐約著名嘅華爾道夫酒店，酒店將會大翻新。以往有唔少國家嘅領導人同埋名人曾經入住。位於紐約曼克頓公園大道49街同50街之間嘅華爾道夫酒店，係紐約市嘅地標之一，亦都係全球其中一間最豪華嘅5星級酒店。酒店管理集團希爾頓宣布將酒店出售俾中國安邦保險，作價19億5千萬美元，每間房平均售價達到130萬美元，係酒店業史上最高成交紀錄之一。根據雙方協議，希爾頓會獲授權喺未來100年繼續經營華爾道夫酒店，作為長期戰略合作嘅一部分。而酒店會大規模裝修，恢復佢嘅歷史面貌。希爾頓話出售所得資金會用嚟收購美國其他酒店資產。華爾道夫酒店樓高47層，有1200幾間房，1893年開始營業，見證美國同世界歷史唔少重要事件。19世紀末，中國清代籍隸總督李鴻章到訪美國嘅時候，就係入住呢一間酒店。1974年，鄧小平訪美，亦都喺華爾道夫酒店同當時嘅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會面。之後歷任嘅國家領導人出訪紐約，都會入住呢一間酒店。另外，多位美國總統，包括艾森豪威爾同胡佛等，亦都經常入住。無線電視記者楊浩然報導。港股先跌後回升，半日收市升過100點。內地電訊股做好，中移動同埋聯通都升超過1%，騰訊亦都升超過1%。內銀股大致向好，建行、工行升唔夠1%。零售管理協會話受佔中影響，零售業喺國慶黃金週銷售大部分錄得中雙位數跌幅。零售股個別發展，六福集團升近3%，莎莎就跌1%。
恒生指數最新係報23,485點，升170點，成交368億幾。最活躍港股，中移動升1個8毫半，盈富基金升1毫半，騰訊控股升個8，中國天然氣升1毫8，匯豐控股升3毫半。銀河娛樂升9毫，工商銀行升6仙，友邦保險升4毫，港交所升1毫，建設銀行升4仙。恒生指數期貨升157點，總成交39,000幾張。日經平均指數跌62點。睇下美元匯價，日元108.75，英鎊1.6058，澳元0.8769，歐元1.2625。轉睇下港元匯價，美元7.7542，日元7.129，歐元9.7905，英鎊12.4517，瑞士法郎8.0722。加元6.9432，澳元6.7997，新西蘭元6.06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79.157。倫敦黃金買賣價每安士係報1205.53、1205.89美元，本港99金係報11,162蚊一兩。天氣方面，下晝係天晴乾燥，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1點鐘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56%。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中。紫外線指數係7，強度屬於高。新聞報導完啦，再會。